今日經文係記載喺舊約聖經嘅以斯帖記6章1至9節。大家準備好就可以一齊聽神嘅說話。第一節，那夜王睡不着覺，就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他聽。正遇見書上寫着說，王的太監中有兩個守門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亞哈隨魯王。末底改將這事告訴皇后。王說，末底改行了這事，賜他什麼尊榮爵位沒有？事後王的臣僕回答說，沒有賜他什麼。王說，誰在園子裏？那時哈曼正進王宮的外園，要求王將末底改掛在他所預備的木架上。臣僕說，哈曼站在園內。王說，叫他進來。哈曼就進去。王問他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當如何待他呢？哈曼心裏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不是我是誰呢？哈曼就回答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當將王常穿的朝服和大官的御馬都交給王極尊貴的一個大臣，命他將衣服給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穿上，使他騎上馬，走遍城裏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如此就如此待他。聖經讀到呢度，現在係正道時間，講題係巧合的神蹟，將時間交俾朱牧師。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我哋繼續睇呢個以斯帖記。以斯帖記咧其實有一個好精彩嘅記載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將成個以斯帖記咧拍做一個電影或者拍做電視劇，咁一定好精彩嘅，吸引好多人睇，應該收視好高。而且呢個咧應該一個係極為龐大嘅製作嚟㗎。你諗下，一開始就影住咧，即係波斯帝國幾咁繁華、幾咁宏偉啊！即係嗰啲人咧生活咧係幾咁歌舞升平啊！跟住個皇帝咧就大排筵席，請所有人一齊去慶祝。咁啊，好快出現咗第一個衝突位啦，即係套故事就係咧皇后瓦實提反抗王嘅命令啊嘛嚇，已經好快已經可以進入一個高潮啦。跟住有第二個場景喎，又跟住就係話咧選立呢個皇后喎。你諗下當中嘅過程咧，其實可以俾個編劇咧，即係加鹽加醋啊，加好多嘢落去啊，話講好多啊咁樣，唔知點樣咁樣，但係最後咧就係無驚無險就係以斯帖就成為咗皇后啦。跟住就唔單止咁喎，到去到第三段嘅故事講咩啊？就係話末底改反抗皇上嘅命令，佢唔願意跪拜呢個哈曼啊嘛，造成咗咧整個猶太民族突然之間要面臨一個生死存亡嘅時候啦。之後就去到第四幕噶咯，就係話今日講嗰段經文嘅啦，就係話咧以斯帖點樣化解咧？上次就講到呢度咯，上次講到末底改去求以斯帖去幫助整個民族啦，咁以斯帖會點樣化解咧？點化解個危機？其實你咁聽落去咧，其實好多幕咧都係好精彩嘅，不過好可惜啊，即係都未有人拍呢個電影啊，即係啦。咁好幾廿年前有拍過嘅，但我睇過咧，話改到七彩嘅，唔係嘅，都唔係嗰回事。咁精彩嘅故事都要改，我唔明白嘅啫嗰啲。咁啊，真係，所以電影冇得睇啦，所以鼓勵大家睇翻聖經啦嚇。咁啊，翻去睇讀晒成個以斯帖記佢啦。一口氣啊！我你一睇應該咧會願意咧係一次過睇晒，唔係好長嘅啫。如果從拍戲嘅角度啊，今日講電影，拍戲嘅角度咧，今日嘅故事咧，佢嚟到呢一段咧係最精彩嘅，因為講緊咧以斯帖佢點樣運用佢嘅智慧啊，去咧說服皇上，讓到佢咧
整個危機去化解，點樣可以反敗為勝？而家咧佢面對嘅敵人，佢嘅對手係邊個啊？哈曼嘛，係皇上身邊嘅大紅人嚟噶嘛，係宰相嚟噶嘛。啊，點搞得掂咧？呢個好精彩啊！值得留意嘅。如果從拍電影嘅角度，但係如果從信仰嘅角度咧，從信仰嚟睇咧，最精彩嗰 part 咧，上個禮拜講咗噶啦。最精彩嗰 part 咧，係上個禮拜已經發生咗啦。大家仲記唔記得上個禮拜講咩？問下大家先，記唔記得？重點喺邊度？重點係呢句啊！呢啲你得到呢個皇后嘅位份，不是為現今嘅機會。甚至講到就係神賜俾我哋各人有唔同嘅位份嘛。呢個位份我係做咩㗎？唔係淨係俾我哋自己享受㗎。呢個位份係為咗服侍神嘅，係為咗配合神嘅計劃啦。但上次講到呢度最重要㗎啦。喺信仰嘅角度嚟講咧，喺信仰嘅角度睇以斯帖記咧，就高潮就喺上個星期講嘅第4章㗎啦。我哋要明白到我哋要配合神嘅計劃啊嘛。我哋所得嘅一切，我哋所有嘅才能，其實係為咗配合神嘅計劃啊嘛，唔係為咗搗亂神嘅計劃，係要為咗配合神嘅計劃。而且我哋更加要明白一樣嘢，我哋係配合啫，即係話我哋係配角嚟嘅。神係主角嚟嘅，神必然會完成佢嘅計劃噶。神冇咗你都得噶，你配合啫嘛。或者神覺得你搗亂都冇問題噶。你搗亂咪搗亂咯，你搞亂七八糟都冇問題啊！神依然會完成佢計劃噶。神係主角，我哋係配角，而且我哋呢個配角嘅位份咧，係冇辦法咧去阻攔神嘅計劃，冇辦法破壞神嘅計劃。即係嗰種配角配到咁樣嘅，即係差唔多變茄喱啡噶啦，其實。但係我哋咧係要配合喎。如果我哋做得好，我哋願意配合嘅話咧，神又願意賞賜俾我哋喎。嗰個好嗰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呢樣啊！你唔配合，你破壞，係你最後係你嘅問題。但係你願意配合，你就得咗賞賜。神嘅計劃唔會因為你嘅配合唔配合好而搞唔掂，神一樣搞得掂。喺以斯帖第4章之後嘅故事，其實只不過係話俾我知咧，話俾大家知咧，所有事情咧就會依照神嘅計劃咁樣發展。神就一早已經預備好晒，包括所有嘅人，以斯帖、末底改，甚至係波斯皇帝亞哈隨魯王咧，其實佢哋都破壞唔到神嘅計劃噶。你細心一睇咧，你就會知道噶啦，就會明白噶啦。但係咧，如果我哋從一般人嘅角度，我哋就會覺得今日呢個故事呢一個片段咧，係睇到咧人嘅智慧嘅，會睇到人嘅智慧噶。你就喺呢息間，你會睇到人嘅智慧係幾咁聰明嘅，睇到以斯帖嘅智慧係好聰明嘅。但係如果你換咧，係從一個基督徒嘅角度去睇，從一個信耶穌嘅人嘅角度去睇咧，你就應該要睇到咧。神嘅行動先係最關鍵，人嘅智慧超越唔到神嘅行動。我哋中國人有個古語係都講得幾合適呢段嘅，就係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呢個天就係上帝啦，係神啦。神要成就一件事，就係話佢要拯救佢嘅子民，佢會化解呢個猶太人所面對呢個滅亡嘅危機。係神可以做到㗎。嗱，講咗咁耐，我哋要睇下聖經啦，睇下佢點樣講啦。咁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你想睇人嘅智慧多啲啊，定係神嘅行動多啲啊？我俾大家揀，神嘅行動啦，梗係啦，神嘅行動吸引啲啊。但係好可惜，我會講人嘅智慧先嘅，因為唯有講咗人嘅智慧，先覺得咧神嘅行動幾咁勁嘅。你要有對比嘅，有啲嘢對比你睇到。人嘅智慧已經好勁啦，點知神仲勁喎？所以我都係睇咗人先。所以我哋先睇第5章1至2節。咁講，第3日，以斯帖穿上朝服，進王宮嘅內院，對殿站立。王在殿裏坐在寶座上，對着殿門。王見
王見皇后以斯帖就站在院內，就施恩於他，向他伸出手中嘅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頭。對於以斯帖嚟講呢，呢個係佢冒住生命危險啊，去入去見皇帝啊嘛，因為佢冇預先通知㗎，所以整個過程呢，其實係好驚險萬分嘅，佢即係生死存亡㗎。但係對於我哋讀者嚟講呢，我哋一啲都唔驚訝㗎，冇驚喜嘅，因為我哋知咧佢唔會死㗎嘛。呢個劇情我係預料到㗎嘛。因為如果佢死咗嘅話，就冇以斯帖底㗎啦，係咪？我哋睇戲都係咁啊嘛，你知主角一定唔會有危險嘅，呢啲位一定冇事㗎，所以以斯帖係冇事㗎，係我哋意料之中啊，即係王會向佢施恩㗎。咁啊，所以以斯帖咧就用一個回應啦，就係佢摸嗰個即係個金杖佢作一個感謝佢個皇上嘅一個赦免啦。喺度以斯帖見到皇上啦，但係咧佢咧唔係好急於開口喎，佢唔急於講嘢㗎，所以接下嚟咧就係皇上講嘢先。皇上講咩咧？皇上就話：王對他說，皇后以斯帖啊，你要什麼，你求什麼，就是國嘅一半也必賜給你。以斯帖說：王若以為美，就請王帶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預備嘅宴席。大家睇到啦，皇上嘅說話，我見到佢哋咧，見到王咧，其實心情好靚啦，係咪？心情好好喎，佢即係可能叫咩小別勝新婚啦，即係冇30日冇見過以斯帖啦，見到佢哇，突然之間咁即刻心情好靚嘅。你可以想象以斯帖一定係扮到最靚嗰刻出嚟㗎啦，因為你諗下佢要冒住生命危險嗰刻入去見王喎，咁樣最靚㗎啦。咁啊，皇上就哇，即係口花花啦，即係講嘢誇啦啦咁樣，即係話咩啊？講到好誇張嘅話，哇！成個國家嘅一半都係送俾你啦，咁樣嘅係嘛？心情好靚。但係皇上亦都好聰明嘅，佢知道一件事就係以斯帖願意咁樣冒住生命危險入嚟見自己咧，一定有嘢求㗎。所以皇上一開口咧就已經問啦：你有咩求我啊？佢知㗎嚇。如果冇一啲好緊要嘅事，個皇后唔會咧咁樣去擅自咁入嚟個皇宮裏邊㗎，一定知。佢唔會話求其揾啲芝麻綠豆嘅時候就走去揾自己條命較飛，一定有重要嘅事。皇上好清楚，依家皇上好清楚咧，皇后係有嘢要求自己。但係以斯帖嘅回應係乜嘢啊？以斯帖咧，其實佢一早已經計劃好晒，諗好佢想講啲咩，知道點樣回答噶啦。佢喺度咁樣講噶，佢話佢求皇上叫哈曼嚟一齊食飯。嗱，呢度顯示到咧，即係以斯帖嘅智慧同埋耐性啊。嗱，佢雖然知道皇上嘅心情好靚，佢可能會諗啊，即係如果我哋傻下傻下一諗，皇上心情好靚，即刻講啦，講我想要嘅嘢啦。但係佢呢刻咧唔講住，等下先。佢覺得仲係未係時機，諗諗先，因為呢件事係好大件事。佢求嘅真係好大，即係雖然唔係國家一半，但係佢求係乜嘢？求皇上要對付哈曼啊嘛，對付佢身邊最大嘅紅人啊嘛，一個宰相啊嘛，唔簡單噶。唔係淨係即係兩公婆之間嘅事啊，而家涉及第三者，所以咧，以斯帖喺度咧做咗個決定，就係叫王咧邀請哈曼今晚一齊嚟食飯，係啊，面對面啊，面對面去對付哈曼，即係話你諗下，其實即係以斯帖有智慧、有耐性、有勇氣啊！而家一介女流，我今晚咧要直接面對面同個敵人去對視嚇，一切嘢見到佢其實好小心翼翼嘅，唔係話咧求其講嘅，諗好晒。以斯帖希望咧呢個即係三人嘅約會，去挑戰哈曼，難度極高啊！哈曼唔係普通人嚟嘅。一個宰相必然係經驗豐富，應對所有嘅環境，
你喺官場打滾咁多年咧，即係所有嘢佢都知點樣去搞噶，即係啲政治啊，嗰啲勾心鬥角嘅嘢完全識噶。但係以斯帖係一個咩人呢？一個女子，一個喺後宮生活嘅女子，個皇后，其實佢有幾多經驗呢？喺呢方面即係你睇到一個強同弱嘅分別咁究竟點樣呢？繼續睇落去咯，去到5至8節啦，咁講啦。王說：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嘅話去行。於是王帶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預備嘅筵席，在酒席筵前，王又問以斯帖說：你要什麼，我必賜給你；你求什麼，就是國嘅一半，也必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說：我有所求，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要在王眼前蒙恩。王若願意賜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請王帶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預備嘅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問的說明。而家喺度呢，你見到就係以斯帖對皇上嗰個策略啊，呢啲叫做呢欲擒先縱啊。明明有嘢要求皇上噶啦，但一直都唔講令到呢個皇上點啊？問完一次又一次喎，不斷係加強佢嗰種好奇心即係唔知你啲仔女有冇試過咁樣對你嘅喺屋企咧嗌先我唔知點你咧引你去注意佢，喂，你做乜嘢啊？咁樣原來想買嘢咁樣係咁嗱，第7節啦，其實以斯帖已經講明我有嘢求嘅，我係有啲嘢要嘅，但係都係唔講，欲言又止，埋個關子之後佢講聽日啦，聽日你再帶阿哈曼嚟，我先講。聽日又留多一日喎，你諗下即係以斯帖呢種嘅我哋稱之為御夫嘅嘅技巧係已經係爐火純青噶啦，即係氹得到佢老公咧，即係揼掂嘅，即係你要拿捏得好好嘅嗰個位置，你諗下，要再嗌多日喎。如果皇上點突然間話冇耐性唔理你咁玩完噶咯件事。唔係而家皇上咩仲係好奇喎，仲係想知喎，所以繼續去第二日再嚟。以斯帖喺度一次過要對付2個人，一個皇上，另一個要對付哈曼。佢希望通過呢2個嘅飯局，令到哈曼有個錯覺。佢要令哈曼有啲錯覺，呢個錯覺就係以為自己好重要。因為你諗下，連皇上皇后嘅飯局，本來2個人食飯啫嘛，叫埋佢。你話係咪好 VIP 啊？係咪好重要啊？呢個就要佢產生一種咧覺得自己好重要嘅感覺，而減少嗰種防範。佢一世都諗到拗爆頭，諗到咧原來個皇后要對付佢一來佢唔知個皇后原來係猶太人嚟嘅，佢唔知原來佢要將會消滅嗰個民族咧係包括咗以斯帖噶嘛，佢又唔知。所以一心一意咧去到個飯局，以為咧即係連皇后啦，而家都睇得起佢咁樣，話幾好喎，皇后都賞識佢，話正咁樣，減少佢嘅防範之心，令到佢另一方面咧驕傲咯。佢越嚟越驕傲啦，佢心裏邊諗話掂啦，今次再可以即係嗰個再都唔知有乜升再高啲個官位啦掂啦咁樣，呢啲就係以斯帖嘅智慧。呢個就係用人嘅方法，用佢嘅智慧，佢諗住用呢個方法去解決佢民族滅亡嘅危機。其實成件事發展得好順利係咪？都係喺以斯帖嘅掌握之中佢講到呢度就要換一換個角度，就係睇神嘅行動啦。神將會親自介入喺呢個危機裏邊，神咧會親自解決呢件事你會睇到咧係神親自解決嘅。我哋睇第6章啦。
1至2節嗰個話，那夜王睡不着覺，就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他聽。正遇見書上寫着說，王嘅太監中有2個守門嘅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亞哈隨魯王。末底改將這事告訴皇后。係啦，原來咁樣喎。當皇上食完第一個飯局之後，嗰晚返屋企呢，瞓唔着，失眠喎。喺個咁啱呢個咁關鍵嘅時候，佢瞓唔着。嗱，如果俾以斯帖知道呢，知道皇上瞓唔着呢，佢一定好擔心，大禍啦！食完飯，皇上返去瞓唔着，唔係話瞓唔着掛住佢啊，瞓唔着你呢個後果幾嚴重啊！成晚瞓唔着，第二朝冇精神，冇精神就心情唔靚，第二日去食飯點啊？心情唔靚去食飯，你跟住你話你有要求，咁件事呢就好易呢和咗啦。所以如果以斯帖知道皇上瞓唔着，一定好擔心，但係佢唔知啊。因為皇上失眠，佢做一件事，就叫人攞啲歷史書出嚟讀俾佢聽。可能佢諗住呢個方法去幫佢瞓覺啦，咁樣嚇。睇歷史書可以幫佢瞓覺，你瞓唔着睇咩書咧？咁佢拎本聖經出去睇歷史書真係好悶嘅，我真係覺得。我唔係細個喺中學讀書嗰時咧，我都最憎讀歷史書嘅。我一早已經諗定噶啦，我就以後都唔讀歷史書噶啦。我諗住去到中4我就會揀理科啦，我撇除中史西史完全唔讀噶啦。我好細個已經諗到噶啦，呢個問題已經。所以去到中3嗰年呢，我中史同西史就唔合格噶啦，因為放棄咗啦，唔讀啦，因為已經老師講明啊嘛，你想讀理科啊嘛，你理科成績好得噶啦，文科啲唔使理嘅，我唔使理，我唔讀咯嘅，啲完全孤注一擲，唔好學我，其實我即係除咗有個理科都衰埋，我真係兩邊都衰晒嘅。呢個唔係好嘅，不過係咁樣，我嗰時就係唔讀，因為好悶啊。呢個皇上叫人嚟讀歷史書啦，就咁啱佢讀到一段喎。就話讀到一段關於末底改嘅歷史，原來末底改曾經救過皇上一命，揭穿咗一個咧暗殺皇上嘅事，呢件嘅陰謀俾佢揭穿咗噶。所以第3節，皇上就問啦：末底改行了這事，賜他什麼尊榮爵位沒有？事後王嘅臣僕回答說：沒有賜他什麼。原來咧，末底改立咗個大功喺以前，但好可惜喎，佢冇得到任何嘅賞賜。喺呢個波斯帝國嚟講咧，呢件事好唔尋常嘅，係好唔合理嘅。因為當一個即係臣僕，佢做咗一件事，幫咗個皇上，無論嗰件事大好小又好，必然要得到賞賜嘅。呢個論功行賞咧，讓咧所有嘅百姓咧，或者所有嘅即係下屬要知道個皇上係英明啊嘛，而且亦都要讓所有人知道咧，皇上係有權威、有尊嚴噶嘛，有面子噶嘛。嗱，如果嗰個下屬佢做咗一件事，而且呢件事係咩重大到咧係咧救咗佢嘅命，可以咁樣講，而冇得到賞賜，即係皇上就有欠咗呢個人噶咯，皇上欠咗呢個人噶咯，爭咗啲嘢，咁你話好大件事啊？應該係其他人爭皇上嘢噶嘛？皇上會用一個咧超越佢嘅行動，超越佢嘅即係救命之恩嘅賞賜俾嗰啲人，讓佢下屬覺得有種虧欠皇上嘅感覺噶嘛？應該係咁樣噶嘛？而唔係而家咧係皇上虧欠咗下屬，對皇上嚟講一個咧係面子攸關嘅問題啊嘛。所以一刻皇上知道啦，佢要做啦，佢知道末底改冇得到賞賜，一定要去賞賜返佢。你見到成件事其實好，今晚有得咁巧喎，皇上嗰晚
瞓唔着，佢瞓唔着又叫人去讀歷史，讀下歷史又咁啱讀到呢一段末底改冇得到賞賜嘅一段，而且整件事發生係幾時啊？咁啱就兩個飯局之間嗰一晚，早一晚又唔得，遲一晚又唔得嘅喎，咁啱咁樣，你就要問一件事，係咪咁巧合呢？係咪咁巧合啊？定係背後上帝喺度操控着一切呢？上帝去引導件事嘅發展啊，係引導佢向住一個神嘅計劃嘅方向去發展。我哋要諗下呢個問題啦。好啦，當皇上喺度諗緊究竟要賞賜咩俾佢嘅時候呢，末底改嘅敵人出現咗啦。佢喺度等住見皇上啊嘛，所以導致咗一個又一個誤會咯。之前有個誤解啦，哈曼，而家呢度呢，哈曼有另一個嘅誤會嘅情節。喺第6節嗰度講啦，王問我：王所喜悅尊榮嘅人當如何待他呢？然後聖經話啦，呢個哈曼心裏邊呢，自以為是啦，即係自嗨喺度，佢以為呢，喂，皇上喜愛嘅人咁咪我咯，咁樣問我即係極其興奮啊！所以呢，佢呢講嘅嘢係超誇張，跟住佢落嚟講嘅嘢，佢話咩啊？佢上一次要咩啊？佢自己心裏邊想要咩？就係要將皇上穿嘅朝服和大官嘅御馬賜俾個人，然後讓呢個人呢喺城中遊行，令到所有嘅平民百姓見到佢係好威風噶。呢個其實就係即係哈曼自己嘅大想頭嚟嘅，知唔知啊？佢話已經諗緊咧，第時佢自己威風八面個樣啦。其實佢已經好威風噶，你諗下，佢已經係宰相噶咯，已經係好高級噶咯。分分鐘其實講咧係頂級啦嘛。你除咗皇上之外，其實仲有一升啊，冇得再升啦嘛，係咪？係嘛？佢就知啊，佢知自己冇得再升噶啦。所以佢要向第二個方向發展。嗱，你睇佢求啲咩？佢係求咧皇上常穿嘅朝服同埋大官嘅御馬。個意思係乜嘢？點解佢要着咧皇上着過嘅衫啊？咁樣咁啊，未至於佢話想扮皇帝，佢未至於話想謀朝篡位嘅。咁啊，呢個死罪噶嘛，佢唔會諗呢啲嘢。佢係想諗咧，同皇帝係做親戚啊。佢唔單止要做一官，佢仲想同皇帝有一啲親戚關係再親密啲啊！哇，同皇上着埋同一款衫、同一件衫，你諗下，大家即係幾好兄弟情同手足。佢係想咁樣，所以佢嘅提議就係咁，係好誇張啊，超越咗一個官職嘅層次，去到咧佢要進入皇室啊。其實佢就要進入皇室，將個關係再拉近啲，成為一個皇室嘅家庭裏邊嘅一份子。佢其實佢好興奮，但係都諗得好周詳。佢知自己要條路點樣行但好可惜佢誤會晒成件事，誤會咗皇帝想賞賜嘅人唔係佢，係佢嘅敵人。末底改喺第11節咁講。皇對哈曼說：你速速將這衣服和馬，照你所說的，向坐在朝門嘅猶大人末底改去行，凡你所說的一樣不可缺。於是哈曼將朝服給末底改穿上，使他騎上馬，走遍城裏嘅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就如此待他。大家可以諗下末底即係哈曼嘅心情係點啊？一定差到爆炸原先諗住我着嗰件衫，而家咧係佢幫人着嘅啫而且佢係幫嗰個佢最憎嗰個，佢諗住剷除嗰個。佢原先入去咧見皇上有求嘅件事咧，就係求皇上賜死佢啊嘛，賜死末底改啊嘛，想將佢掛喺個木頭上邊啊嘛。殊不知佢未開口咧，就做唔到呢件事佢仲要咧喺眾人面前宣告，呢個就係王所喜悅尊榮嘅人。成件事徹底改變咗啦，逆轉晒啦。
佢再冇機會咧贏過末底改㗎啦。哈曼嚇，佢點樣對付末底改咧？對付唔到㗎喎，因為喺皇上嘅心裏邊嘅地位，末底改已經高過哈曼啦。親戚關係㗎咯，而家係佢想進入嗰種親戚關係咧，而家係俾末底改進入咗嘛。嚇，仲點對付佢咧？冇啦，呢個就係神嘅行動啦。神嘅行動超越咗人嘅智慧啊，超越晒啦。你試想下，講完噶啦。其實第二次飯局嘅意義係唔大噶啊，即使冇第一次飯局都 OK 嘅。其實你睇下啊，你只要將呢啲劇情拎走咧，其實對件事發展其實可能冇影響噶。因為王只要喺嗰晚發咗個夢，佢賞賜咗末底改，末底改已經成為大紅人啦。佢嘅民族又點會被消滅呢？原來唔需要以斯帖嘅，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係唔需要佢嘅。上次都講啦，佢閉口不言，被殺死嘅係佢自己。佢願意配合嘅，佢就有份啦。因為神會自己搞掂成件事。不過我哋都會繼續睇落去。以斯帖個計劃喺第二個飯局裏邊呢，有順利嘅喎。佢揭穿咗哈曼嘅陰謀啦，佢講出咗啦，向皇上求啦，求話希望呢，即係拯救自己嘅民族啦，希望皇上幫佢啦。事實上呢，以斯帖嘅計劃係成功嘅。因為當皇上帶哈曼去呢個第二個飯局嘅時候呢，當呢次揭底牌嘅時候呢，皇上係完全相信以斯帖㗎，完全信任晒以斯帖所講嘅嘢㗎。皇上就係會知道，佢覺得係哈曼欺騙咗自己。原來哈曼一度呢有啲暗馬底嘅計劃冇講清楚，因為佢一直冇講佢要消滅嘅民族係邊個民族嘛。而家皇上知道原來嗰個民族係同我皇后有關噶，所以咧皇上係嬲到爆噶。皇上咧已經決定咧係去懲治處置哈曼噶啦，所以哈曼注定係失敗噶啦。皇上都唔使聽任何解釋啊！你睇經文咧，睇聖經你見到皇上都唔聽佢解釋嘅，唔使講嘢啦，已經係死罪噶啦。有權嘅人有時係咁嘅，唔需要證據嘅。佢話要死就死嘅。哈曼注定失敗啦，喺同一日之內失敗咗2次。佢朝頭早就輸咗俾末底改，佢夜晚又輸埋俾以斯帖。以斯帖係一個即係我講充滿智慧嘅皇后啦，你見到佢好叻啦，2次飯局啊，所有嘅安排啊，所講嘅嘢呢，完全顯示到佢嘅智慧。有智慧有美貌嚇，所以好多人都好鍾意以斯帖㗎。不過，我哋要留意嘅係神嘅行動喎，唔係人嘅智慧，係神嘅行動。神嘅行動先係至關鍵。神通過咗好多巧合嘅事情啊，讓皇上喺此時此刻去獎賞咗末底改，讓末底改嘅地位超越咗哈曼。就係以後咯，神親自解決咗呢個危機。我唔可以講呢，即係以斯帖所做嘅一切係多餘啦、冇用啦，但係唔算關鍵啦，唔係決定性嘅行為。我哋再次睇到啦，神要做嘢呢，係唔需要依靠人嘅，唔需要依靠我哋嘅，我哋全部都喺神面前呢，係冇乜用嘅。係神邀請我哋嘅，係神畀機會我哋啊，去參與喺佢嘅計劃裏邊啊，係我哋嘅莫大嘅福分嚟嘅。神願意讓我哋喺神嘅計劃裏邊有個份，有個職責，我哋要珍惜，我哋要掌握。呢個係神嘅心意嚟嘅。神好愛佢嘅子民。即使神嘅子民成日唔聽話，當其時嘅猶太人唔聽話，而家我哋都唔係好聽話嘅啫。
成日都唔係好願意去遵守神嘅吩咐，但係神呢，仍然好愛我哋啊！我哋見到神好愛以斯帖嘅，以斯帖嘅人唔係好聽話嘅女仔嚟嘅，但係神呢，仍然願意去訓練佢咯，通過好多事情去訓練佢啊！但係最後呢，以斯帖冇令到神失望啊，因為佢願意去回應啊嘛，佢願意去回應，佢願意咧去倚靠神，佢願意知道明白到佢而家所得嘅位份就係為咗配合神嘅計劃。佢有一種勇氣，佢願意為神去冒險啊！佢係有呢個冒險噶，佢係需要冒險，因為佢真係唔知自己又去見皇上係咪會死嘅。佢要有勇氣，佢要依靠神，堅決去參與同配合神嘅計劃。喺度我哋都知道一件事就係、神嘅行動咧，唔一定係超自然噶，唔一定係驚天動地嗰啲咧先叫神嘅行動噶。即係我哋好多時有種誤解嘅，以為神嘅行動或者我哋稱之為神蹟，我哋一直以為咧嗰啲神蹟一定係好誇張噶。即係好罕見嘅，可一不可再嘅，一定係我哋成日都以為嗰啲先係神蹟嘛。我以為咧嗰個咧患咗絕症嗰個朋友，佢唔食藥啊，淨係祈禱啊好返啊，咁我就稱呢啲為神蹟啦咁樣。但係神蹟唔係淨係呢啲嘅，或者我哋睇聖經，我見到啊耶穌啊行喺水上邊啊，平靜風浪啊，讓個大自然都聽佢講嘢，我以為呢啲先係神蹟喎。呢啲咁誇張嗰啲當然係神蹟啦，但係唔止噶，唔止噶，原來仲有另一種神蹟，就係呢種啦。通過一連串嘅巧合，去構成一個冇人意想到嘅結果，好似呢件事咁樣，成件事係超出晒所有人嘅諗法噶。以斯帖諗唔到，末底改諗唔到，所有嘅猶太人都諗唔到啊！你試諗下啦，佢哋呢班人去當要面對個危機，當知道咧要成個民族要滅亡啦，咁樣咁一定祈禱啦，係咪？一定祈禱喺咁大危機，祈禱一定求神幫助啦，求神幫我哋啦。你去諗下，如果你係其中一份子，你嘅祈禱內容係點？你會點祈禱啊？睇咁嘅狀況，點祈禱？一定係祈禱咧，希望以斯帖唔好死啦。第一件事啊，希望佢見到皇上唔會死啦，因為佢哋已經係禁食3日3夜啊嘛。佢嘅祈禱嘅內容一定係諗呢方向噶，以斯帖唔好死啦。然後以斯帖咧有智慧，佢有智慧啊，點樣去咧對付哈曼啦？佢嘅祈禱內容一定係咁樣噶嘛。咁的確佢哋祈禱咧又成就咗嘅，但係佢永遠諗唔到另一件事，佢永遠唔會諗啊！我哋祈禱啦，皇上瞓唔着，嗰晚佢冇瞓覺，叫神佢唔好瞓啦，佢睇歷史書，佢要睇下佢記得啊，末底改啊，佢爭末底改嘢啊！嗰班人唔會咁樣祈禱噶，冇人咁祈禱噶，冇人會預測到呢啲事嘅。神嘅行動就超越咗我哋啦，超越咗我哋嗰種祈禱嘅內容。又或者你諗下啦，通過一件事，你諗下我哋平時嘅祈禱係點？我哋祈禱係點啊？會唔會可以再闊啲呢？我哋可能就好似嗰班猶太人咁樣祈禱，其實好狹窄嘅，諗住咧上帝咁樣做，但原來可以唔係喎。上帝嘅做法係真係超過我哋所求所想。所以當呢班猶太人佢再回望呢件事咧，佢就見到啦，會覺得好奇妙啊！點解會咁樣嘅？點解會咁樣發生嘅？佢又會知道一樣嘢，就係上帝掌權。就算當以斯帖自己去回望，都會知道，原來我唔係最重要。原來我唔係最重要啊！末底改都會知，原來我哋唔係最重要。原來神會真係出手，真係會引導呢件事，慢慢一步一步咧去解決件事，拯救佢哋，一步一步咧去完成
神嘅心意、神嘅計劃。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勵大家，你需要去細心察看每一件事，留意我哋身邊會發生嘅每一件事係點樣，有個敏銳嘅觸覺，或者你要回想下過去我嘅經歷，有啲咩事其實神已經慢慢喺度引導緊呢？有啲貼士出現咗，要留意神嘅行動。好多你覺得好偶然發生嘅事，其實可能唔係偶然噶，背後呢可能有神嘅計劃噶。可能你落到去，你以為今晚我撞到個朋友，其實可能唔係咁啱。可能你今晚翻去失眠瞓唔着，可能唔係咁啱啊，未必係你有病，可能有神嘅計劃當中，我唔知噶，真係我唔係有一定啊，我唔係寫包單，但係你要諗下每樣嘢、每件事、每個細節，諗到之後點啊？就係要配合神嘅計劃，繼而從中可以榮耀到神。喺最尾我講一個見證，關於我自己嘅。喺我大約可能20年前到啦，即係做緊嘢嘅時候啦嗰陣時，咁啊有一日我都唔知點解嘅，走咗去學一樣嘢喎，我都唔知點解嘅，學咗個魔術，福音魔術，我唔知點解去咗嗰個咁嘅工作坊1個鐘，我都有醒唔起啦，翻去啦。學咗1個鐘嘅福音魔術，1個鐘教得你啲咩魔術啊？咩福音魔術啊？一定係啲好簡單。學咗啦，我都冇為意嘅。轉頭咧返到公司，公司有嗰啲叫 annual dinner 即係咩啊？所以我唔記得咗做乜。週年紀念啦吓。咁啊宣佈，喂，今年教公司 annual dinner，我哋搞下啲新花臣魔術比賽。我見到我係講話啱啱學咗咁啱，我係咪需要回應啊？呢件事，我間公司係中型嘅公司，300人㗎嘛，都有300-400人咁樣。到時我哋300-400人出嚟表演一個好輕騎嘅福音魔術，仲要用英文喎，成個過程。做唔做好呢？咁最後真係做咗咯，喺眾人面前去宣告，係啦，講咗1次嘅福音，讓所有人知道。哇！跟住啲同事話：你咁大膽嘅，講呢啲嘅出去咁樣，上帝安排到。如果我睇唔到呢個工作坊，或者我遲啲先學。成件事唔同晒啊！讓我哋都係咁啊，去留意下我哋，留意下，然後去配合神嘅計劃，然後將榮耀歸於神。我哋低頭禱告。親愛天父，真係感謝你，你留下呢個以斯帖嘅故事，成為我哋嘅鼓勵，成為我哋嘅教導。但願我哋去留意我哋身邊嘅一切，讓我哋有敏銳嘅觀察力，讓我哋願意去配合神嘅計劃。我哋知道神最終都係掌權，冇我哋嘅參與，神嘅計劃都會成就。但係你愛我哋，你讓我哋喺當中，但願我哋珍惜，我哋掌握呢個位份，讓我哋得着上帝嘅讚賞，以神禱告奉耶穌名求。